红外线，台南关田南部南坡的人啊，那个村庄有福安宫，100年代初期有建造仁永活堂，在庙的东北边建造仁永活堂，东边算东边路南。出生在台南关田那个南部啊，南坡。
啊，念成功大学啊，优秀优秀，那学姐呢？校友。
三王公应该是五虎千岁了，李虎千岁是大王公。可以跟神交，他那个虎应该是跟啊。
罗丹，有的是神明，在庙会的时候用那个宝剑啊砍头啊，抄身体啊，抄档。剑有血才能用金子把那个血磨起来，用金子把那个血吸起来。后来用火化了，火化进又变成灰。那个灰掉入那个清水里面，清水就变成罗丹，要允许可以喝才能喝，庙方允许喝才可以喝3口，就罗丹呐，卢丹呐。罗丹。
它右边是一个日，一个一，一个月一个一，上面月，下面羽，羽毛的羽。
核战啊，那个核可能是会。回到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台南关天，神元山庄义和圣堂。民国93年归空的，好像90年还是哪一年呢？回到台南关天义和圣堂，还是可能是更早。原来是归空前几年回来台南义和圣堂。